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在世界大学运动会当中，拿下5面金牌杨和珍，除了好成绩，成为台湾的骄傲。更使人欣慰的是，一个冠出国公奖金，互报校作为学弟妹培训基金。这个项义行嘛感动着台湾一中保管计算所，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每当捐出50万，长期支持台湾国小华伦溜冰的基层选手。项目其中李梦燕嘛亲自出席，甲大力出席的议员林义景共同举办授证典礼。很高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哈，那么我们林董事长愿意每年哈来认养哈我们大湾国小每年会来捐赠相关的经费哈，那么来赞助大湾国小的直排轮的溜冰的这个训练跟相关的这个经费哈，我们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企业的一个认养的方式，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模式，让我们台南还有包括台湾很多优秀的运动选手可以得到支持。说我们很感念就是说，和珍在除了5金1铜的表现以外，耀眼的表现以外呢，他又特别的具有一些对于贡献、奉献、感恩的心，把他的得到的我们国光的奖金呢，然后捐献给母校。其实这样的理念，事实上跟集保结算所我们一直长久以来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的理念是契合的。那其实这个 CSR 我们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来讲，跟公司的经营的策略某种程度是应该要吻合的。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能够抛砖引玉，得到更多让社会回响的机会。会中台湾国小校长嘛相当感动，因为学校除了栽培出杨和珍，嘛出现一波计算所贵人来到助未来这金牌小选手。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这本图岛当中的地图、相片、文字，拢是记录下老台南过去的历史分裂，甚至侪消失的地名，亲像是中西区过往上界闹热的街头啊。现在真侪少年一辈的人，甚至连这个地名拢无听过。当中侪过去的故事，上午伫现场也由一寡公民写作社的成员来说明因所描写的迄段历史。伫2015年的时阵，2015年夜巴黎关起来时等于是台湾台南，可能是台湾有白礁的几乎已经拢无呀。所以台南的最后那一抹黄也是消失了，但是真正消失吗？你来看圆环还是讲是二中那边听说还是很蔓延所以说表象上的消失其实它是融入在地底下那中正路其实已经消失，对于种海岸路开始的时候海岸路开始以后好像中正路就慢慢萧条了，当然是不止盲段的问题我觉得中央机关都刷走。内底一篇又一篇的故事，拢有无同款关注的焦点，但不变的是对台南这块土地喜爱甲关心。那么这故事拢是咱在地足丰富的在地特色比如讲街条那么这地名大家透过采访咱在地基路里长啦等等重新去甲伊做一个记录毋茫讲互咱写落了，甲这故事会当传承互咱的这个囝儿世世。那么过去大家做爱来咱台南
咱旧城安尼来散步来佚佗，有好食的物件，嘛有足侪故事，大家咱摕咱即本即个土道第9期的即本的文学刊物公民写作的刊物内底就有每一个地点的故事。城市发展一日一日愈来愈紧，透过台南社区大学的公民写作社团，因用心写下人生的故事，也成为珍贵的文化传承记录。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这片空中花园在正伫环保局东区清洁队的厝顶，有草坪、盆栽，也有生态池，形成自然的景观，是办公室员工暂时休困放松的小天地。而且上重要的是，伊可以当帮助降低室内的温度，减少冷气压缩机运转的机会，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我们这个绿屋顶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了降低整个楼板的那个温度啦，那看就是它能达到那个减碳跟降温的效果，间接而节省这个冷气的使用，然后达到那个省电的目的啦，可以说是双赢。如果根据学理上面，大概可以降温3到5度 C， 应该是没问题的。没有绿屋顶之前的话，它是很硬的那种水泥板。那有了绿屋顶的话，视觉上跟那个我们的体感温度上面都有明显的感觉，是真的是凉爽很多。是。除了伫美化甲降温的作用以外，伫咧伫厝顶的底部，佫有欠水空间的设计，大约每平方公尺会当欠32公升的水，达到雨水回收、减轻排水系统负担，以及水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功能。我们这个绿屋顶，它的材质它那个材质比较特殊一点它有兼具排水功能跟那个保水的功能。那它那个保水的部分它大概每平方公尺可以保水大概32公升左右，大概就是1瓶大概将近10公升的水。然后这个部分就很可观那以我们这个20坪的面积来讲，乘以10之后，大概就将近200公升。所以说这个部分是蛮可观的。那因为它能保水，所以说，间接的就是类似雨水就能获得回收，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概念在里面的。环保局指出，东区清洁队新建办公厅舍的立厝顶，是淡市今年度立厝顶计划第一次完工案例。今年度有计补助10处厝顶进行绿化改造，总结下各单位的特色，建置更加多样化的立厝顶。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校园开放空间可能会带来学生安全上的危害，下午市议员曾玉珠、蔡玉基、陈金珍这3位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向市府提出建议，提出包括建立窗透性的围墙达到友善环境甲兼顾安全的相乘作用，全面设置校园警卫。并做好紧急应变处理的机制，来维护校园的安全。我们也希望借着前几天发生的这个案件重新好好的再来审视校园维安到底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它的问题跟危险。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事件，在重启之前。我也在今年的3月的总质询的时候，特别有跟我们赖市长建议到，校园围墙的事件是不是校园围墙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在重启机制再做一个慎重的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探讨这个校园的围墙拆除之后的安全性，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管制这个校园的这个漏洞教育局我想有责任将学校建构一个是一个安全、安心让小孩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不是处处一个危机的一个展现你为了开放，但是你延伸的一个后果是不好的。那你开放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与会教育局学府校安科科长
也说明目前开放校园所采取的维护安全应用措施，包括门禁管制、设立电子围墙啊，并结合警方进行巡逻。但3位议员认为这寡措施无够，也认为教育局所安排对应人层级无够，将会伫咧接下来的议会定期大会，针对校园安全的问题，甲教育局长进行通盘检讨。台日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那另外警卫的部分，毒品严重危害着台湾的社会，因为烦恼后一代少年人因为一时的无知或者是好奇去绑着毒品，毁掉一生。所以政府部门甲民间团体总共35个单位要做伙合作，来响应反毒的活动。这届这个活动无死板的镇定宣导，而是用闯关结合着就业辅导、才艺表演、摸彩以及有奖征答的方式，吸引民众了解到反毒的重要性。这次我们的内容事实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了哈。我们那里面除了说我们透过亲子的互动，亲子我们在现场，我们礼拜六早上9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绕我们正义公园。这一次就是在水平宫正义公园里面就举办。那我们刚开始的，我们会去做带着小朋友绕了就是整个公园一圈。我们希望在这个活动里面，大家亲子关系更加的密切。但绕完以后，我们还会怎样？在现场我们还有闯关一个活动。我们透过闯关因为我们这次闯关非常的特殊这各个单位包括我们警察局、教育局啦，还有卫生局等等啦我们就是自己来做一个就是闯关。你如果闯关成功以后，你就有一个纪念品非常的丰富啦。还有歌舞的表演。那当然在这里面劳工局也希望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工作，你的用心在工作，你靠花到一家去吸毒啦，不可能。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工作上面提供我们需要工作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场也有一个就业的服务。还有啦，我们还有一个版读的专题演讲，那如果你全部闯关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一餐摸彩券，你可以参与摸彩。这个摸彩，我们提供了一些摸彩饼给这个之间那一天来参与这些好朋友啦。所以在整个活动里面是多元化的。这届35个单位所做伙打造的毒品防护网络，要让民众更加了解拒绝毒品的重要性。也欢迎民众在这个礼拜六10月14号下午9点到11点这段时间来水皮湾公园做伙参与活动，展现反毒的决心。台日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歌舞伎舞蹈家廖博喜将推出60档作品时间集合，精选6出经典的舞作，并邀请优秀学生参与演出，有传承意义。顶半场展现廖博喜对土地感情，下半场将表现伊对生命美善的坚持。希望我的舞蹈呢，就像这个长河，就像我们的运河一样，源远长流跟我们这块土地的生命。这样子一辈子，它永远的就像细水长流，一直在流，一直在活动，永远根植在这个土地上面。也感谢这一块土地是给我这么多的丰富的编舞的一个
创作的理念。那我今年的编舞呢，要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对这个乡土风土民情，所以呢，我第一首舞码是以运河水长流跳出我们台南运河的意象，透过影像，透过纪录片，透过舞者、渔娘、路师、赛龙舟，所有安平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洋戏照，全部都在我的舞作里面跳出来了。调拔起13岁的作品秀出登上舞台，23岁创办舞蹈社，大家当来持续跳舞、编舞、教舞。一摆舞展，廖老师嘛亲自演出一对舞蹈之神的感恩。以时间之好，将伫10月28、29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邀请民众欣赏廖拔起老师上水、上经典的诗曲。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当年在德国的编舞家赖翠霜作品是从事以关怀社会议题为主，参与家庭暴力、环保或是老人问题。伊的作品曾经得过台新艺术奖首奖，马世祥受到两厅院委托制作，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编舞家。这摆为了庆祝台南文化中心33周年馆庆，特别推出全新的创作《慢波摇滚》，献给台南的观众朋友。这几年常常看到崔双老师的很多的编舞的作品在北部，那这次是第一次带到南部来做这样的巡演。我想这样的一个议题叫做慢波摇滚，听起来就好舒服，好想要扭动一下身体的感觉。那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这次也很特别跟我们赖翠双老师做一个合作，我们跟我们文化部申请的媒合驻馆计划，其实我们在8、9月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老师带领着舞者带我们台南来开了2个工作坊，一个是给专业舞者，一个是给一般民众。那透过透过舞者的带领，让很多的不管是专业舞者或者是一般民众，能够很轻松自在的去接触舞蹈，然后一起跳舞这件事，我想是一个带领说让南部的朋友认识舞蹈剧场这件事情。在整个亚洲，它算是我们台湾算是离婚率是全亚洲第1名，全世界是第2名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我就引起了我一个就是这样的兴趣，然后我想要去探讨说，婚姻这件事情对现代人他是不是还是适合？那现在的人是不是真的要结婚？然后是不是也跟我们的上一辈的人他们的想法，当然就是比较是要求他的子女一定要走入婚姻这件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不需要，所以我在想说来探讨一下这个议题，然后婚姻是不是需要再存在？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哪一种方式去走婚姻这条路？慢波摇滚这出舞作主要是探讨爱情甲婚姻之间的冲突，不加以国际标准舞甲现代舞跳出人性的各种面貌，相当值得现场观赏。该剧10月13到14日将伫文化中心原生桥头演出，该舞蹈创作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面的神经麻痹，一般的镜头都是嘴甲目睭撮撮，有当时连基本的目睭开开、翘嘴等等的表情动作都无法度完成。而神经麻痹佮分做2大类，有脑部疾病引起的，以及因为感冒也就是病毒造成。尤其中医佮将面的神经麻痹分做5型，若是再搭配西医治疗，将有更较好的好转效果。颜面神经麻痹来讲，以中医来讲，它可以分成风寒外感型的，那还有肝风内动，或是说那个肝郁，属于肝郁型的属于精神比较紧张方面的。那一般还有分成气血循环比较虚弱气虚血弱型的，以及那个痰。属于有一些痰瘀型的一些颜面神经麻痹，那一般都有相对应的一些中药以及针灸的穴位可以做治疗，可以配合西医的一些复健以及
类固醇的一些治疗，对于民众那个颜面神经的一些副作用的一些缓解会有极大的帮助。医师强调，面的神经麻痹虽然无亲像中风严重，治好的机会也真大。不过，也是有人因为神经破坏严重，最后造成残障，所以也是袂当疏忽，一定要把握黄金治疗时间。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百货周年庆通常拢是优惠折扣上大，赠品好康上济。重点是要侪品牌就周年庆才制出限定商品甲热卖组合。所以，伫吸引消费者眼光，以大安东百货为例，对10月19号周年庆开始进行的贵宾牛讲会，今年创下一笔消费千万的大户。毛新冠上任的店长邱海海，希望牛讲会自3趴的成功率会当带动到10月底整体业绩强滚。台南大圆百今年的周年庆我们的优惠提供的非常的足所以今年从预购开始的话，也受到我们乡亲们非常的支持。从预购会到昨天为止，我们目前大概成长了13%。那我们推估应该是说，在上半年整个消费有被压缩、被紧缩的状况之下，可能在周年庆最优惠的情况之下，那所有朋友们的消费力有爆发力的出现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业绩的成长，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宣传会中，百货透过担起体操午晚会当中小小体操员的活力表演，嘛希望鼓舞士气。加上公务人员加薪的效益带动，希望当刺激消费。但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